凌晨5點15分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窮爸爸 Leo。今日同大家吹吹健康話題啊。去到40歲，開始發現原來自己嘅身體真係唔同咗。以前後生嗰陣食宵夜、飲汽水、打機打通宵，第二日都照返工。而家兩啖炸雞都唔敢食啊！一食個肚即刻突晒出嚟 say hello， 搞唔掂啊師兄！近排睇咗一樣幾有趣嘅健康研究，原來一個人健唔健康，有時睇體重未必準，反而睇你條腰圍更加直接。即係點？個研究講，原來人最危險嗰種脂肪唔係表面嗰啲肥肉，而係藏喺肚裏面包住內臟嗰啲脂肪，英文叫做 visceral fat， 內臟脂肪。最麻煩嘅地方，呢啲脂肪唔係掛喺你身上咁簡單，佢係包住你嗰啲器官，你個肝、你個胰臟、你條腸，全部都受影響。呢種脂肪同皮下脂肪唔同，內臟脂肪嘅運作模式會好似一個活躍嘅毒素咁樣，隨住年紀越嚟越大，我哋嘅新陳代謝同埋荷爾蒙防禦力下降，呢種脂肪嘅存在就會變得更加有破壞性。有啲人望落唔太肥，但原來個肚腩好大，只係俾件衫遮住咗。如果內臟脂肪高，身體可能已經開始出問題，只係自己仲未知。點樣分辨出自己呢樣嘢嚴唔嚴重？有個超級簡單嘅方法，即刻會知。你條腰最好唔好超過你身高嘅一半，例如如果你身高172，腰圍最好唔好超過86。唔好講咁多，你哋而家即刻去度度先。咁樣你又可能會問，點樣整走呢啲內臟脂肪呢？其實都係從飲食同埋生活習慣開始。第一樣嘢，呢個應該最難啦，但係最緊要嘅就係要保持穩定嘅卡路里赤字。簡單啲講，即係話你要食少過你身體每日用嘅能量。當身體出現輕微嘅卡路里赤字嗰陣，內臟脂肪會最先被減走。最實際嘅做法就係減少每餐嘅份量，每餐比你平時食少1/4，就係咁。其實講真，聽落都唔係咁難啫。另外一樣比較易做啲嘅啦，唔好飲咁多甜嘢，同埋戒零食。通常你都係唔係好肚餓嘅時候食嗰啲嘢，只係口痕。同埋通常嗰啲嘢都唔係好嘢啦。簡單啲講，只有降低整體嘅 intake， 先可以消耗到深層嘅體內內臟脂肪。第二件事，同我哋傳統觀念唔同，其實優先要食嘅係食蛋白質，因為蛋白質會維持到飽腹感。第二樣嘢係多啲水溶性嘅纖維，因為纖維可以促進消化同埋針對脂肪。其實每餐1/4嘅空間要食好嘅蛋白質，例如雞、魚、蛋、豆腐之類。另外要留一半嘅空間食大量嘅高纖維蔬菜、西蘭花菠菜之類。餘下嗰1/4先係食你覺得最重要嘅碳水化合物。不過碳水化合物都有高低之分，例如紫薯芋頭薯仔其實都好過我哋平時食嗰啲粥粉麵飯。咁樣食可以減少胰島素飆升，令血糖保持穩定，阻止身體發出儲存脂肪嘅信號。第三件事，要做阻力訓練同埋帶氧運動。帶氧運動即係跑步或者游水嗰啲，加埋力量訓練，呢兩樣嘢都可以通過提升肌肉新陳代謝嚟幫手燃燒內臟脂肪。每日最少快步咁樣行30分鐘，等心跳率升上去。另外每星期配搭最少2日嘅力量訓練，例如做下掌上壓做下 squat 睇片做下 HIIT 嗰啲。因為運動會令肝臟利用附近嘅內臟脂肪嚟提供做能量，同一時間可以建立肌肉，增加每日嘅卡路里消耗。
講真，人到中年，為咗自己嘅健康，為咗自己精神好啲，為咗屋企人，乜都要做啦。調節好自己飲食，喐多啲，因為40歲之後嘅健康其實係一種長線投資。我係窮爸爸 Leo， 如果你鍾意我哋講嘅 topic， 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 感謝。如果你聽到而家仲喺度嘅話，多謝你。有意見或者有嘢想分享，喺下面 comment 留言話俾我聽啊。今集係咁啦，下次朝早5點再同大家吹下水，拜拜。